再一次在教会这里聚集来一起敬拜赞美。好了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？好，今天比较特别哦，我们周报里面有东西。我们请那个弟兄姐妹拿下周报，给那边都是在周报里面。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，哈利路亚！多少的收回，放下一切，痛苦的在结束我的。
下一切痛苦的赞美主，我来到你，是人作前，放下一切忧伤的痛悲，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，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，盼望在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就是已过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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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我们来跟主求说：主啊，求你苏醒我们每一个人的灵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来变化，让我们每个人不会再回到老我的思想和生活里面。主耶稣啊，求你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歇在所领受的救恩里面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生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呼求主啊！或许我们在2018年这个时候，我们是有罪的，甚至我们会在不知情的时候，我们犯了主你所不喜悦的事情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，我们来求主赦免。我们在他面前，我们一起来认罪来悔改。我们生命需要改变，我们的思想需要改变。焦点我向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唯有你永远真实。破碎的梦，荣耀冠冕，全摆在你宝座前，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，为你的心我洗你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
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主我要敬拜称谢你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每当我回转，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弟兄姐妹们，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我们要更新我们老旧的思想，求你来改变整顿我们目前现在所有一切的想法。因为有些我们的想法，它是属这个世界的，有时甚至这些想法会让我们的人生，无论是课业、工作、生活上面，会让造成我们一些混乱。求你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清晰的思考，还有方向。求你现在就转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思想，以及我们在对情感还有生命上面的看法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为我们创造新的视野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能够充满你真理的话语。也愿今天牧师所讲的道，那真理的话能够丰丰富富、充充实实坐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上。主耶稣，求你使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，这个圣殿的当中，与我们每个人同在。我们将以下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这样同心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